沈旭来、周卓颖、徐忠、张有山、于元天、张振年。这个顺序分别，你们各荷包队的队长，你们相互沟通一下。但是你们现在都是原位不动。调戏的，把这个保险的调出来，抓紧。左手站凳上，我们在后头。哎，别忙了，拿回去。哎，站好，站好了。站凳上，站凳上，站好。别跟着。